迎收睇積積嘅分享影片，又嚟到我哋新一期線上學課程嘅預告時間啦。咁嚟緊我哋新一期線上學課程咧，將會係以夏天草線袋類作品為主題，收生日期將會係7月1號下午4點鐘。咁呢個為期2個月課程入面咧，我哋將會教授4款唔同嘅作品，務求令大家咧喺呢2個月入邊學到唔同嘅歐積技巧，特別係閱讀圖解嘅方法啊！咁大家將來咧就可以玩到更多類型嘅作品啦。今次嘅主題我哋係以夏天線材嘅袋類為主，咁無論大家係用一啲嘅草線啦、拉飛線或者係順面線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呢個夏日嘅清爽手感㗎。咁啊，書本嘅內容非常之豐富，咁我哋咧2個月時間當然冇辦法咧將所有嘅款式都教晒大家，咁但係老師咧先前就舉行咗個投票啊，咁大家選擇咗咧係4個票數最高嘅袋類，咁同大家一齊學習。咁呢4個袋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教到大家唔同嘅技巧啊。第一個作品，我哋會學習呢一個嘅圓筒底嘅線形束口袋。咁啊，圓形底咧係好多新手同學咧第一次接觸歐積嘅時候咧會學習到嘅內容嚟㗎。咁第二個作品咧都同樣會係一個圓形底開始。咁呢2個作品主要係教大家咧個袋身呢一個嘅花樣 pattern 應該點樣去製作，包括一啲常用嘅長針、短針以及鎖針針法，亦都會進階用到一啲嘅爆米花針。除咗一啲圈織圓形開始嘅袋類，我哋亦都會學習片織嘅部分，包括呢個比較特別造型嘅蝴蝶結散銀包。咁啊，平時用嚟放下啲鎖匙啊、散銀或者係一啲嘅門票卡仔啊，都相當之唔錯㗎。另一個就係一個洞洞嘅手環袋。咁剛才嘅蝴蝶結袋仔同埋呢個手環袋咧，同樣都係用片織嘅方法去做，係由2片嘅平面組成。咁同剛才嘅水桶型嘅做法咧，亦都係截然不同㗎。咁喺今次呢個課程入面咧，我哋會學到2種截然不同嘅開針方法，包括係圓形開針以及片織，咁啊令到大家咧喺2個月入邊咧收穫滿滿啊！咁我哋學習嘅時候咧，最緊要咧就學識睇唔同嘅圖解。咁今次呢個書本入面咧，其實仲有好多好靚嘅作品等住大家去發掘。咁我哋只要學識咗睇圖解之後，就會發現其實咧好多嘅圖解內容都係共通㗎。咁我哋學習咗之後，就可以咧慢慢嘗試下挑戰更多唔同嘅作品啦。咁我哋見到今次呢個書本教材咧，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要同大家玩到唔同嘅袋身 pattern。嚟緊新一期線上學課程將會係7月1號下午4點鐘開始收生，有興趣嘅同學咧就記得唔好錯過，準時上我哋 Patreon 嘅線上平台訂閱啦。希望喺新一期嘅課程都可以見到大家，同大家玩更多唔同類型嘅歐積作品。我哋下堂見，拜拜。